唐王万爱命来，唐王万爱命来。马人这个险爱，马人这个险爱呀！唐王万爱命来。你是何人？吴涛，我就会真海两王敖公。哈！你是敖公？吴涛啊！怒发冲冠来恩福气，才马吴涛来恶心机。我名字这个全部的。该自己咬牙给淋漓，我心机，我全部的怒发冲冠来幸福啊！嘿哟，哎呦，我幸福去。梁王，你为何满身带血了？你要乌托奉权，不应该。受了爱保主，病了为诊，吃了爱，经受流产。今天爱向你受命来。小门，将你堂爱结束，我又留了威权，才与国法言行去，言武死神，我来救你呀！我唔会相信你，你就是爱，一下都才银是铁夫吧？不可，来人啊，报告！来人啊，报告！不可，报告！报告！救驾来此，万岁速降了。黑是古王了，黑是古王了。卿家，才你为何见地寡人有难呢？为臣今夜干身梦到，要坚持为臣，闪烁暗淡嘛，敌得万岁有难，走了两位将军。一个丞相前来报驾的呀！我的此勤，一个魏勤，留得两位皇兄前来报驾，那么国王的命就休了。这人份到底是哪人？要来铲除你呢？乃是金海龙王敖公前来托命，说他魏勤杀死了他，魏勤可有此事啊？蒙错。迄个前日杀的啦！不对呀！孙将前日，你那陪伴寡人，都在你个法院行去作牢，你用办杀机嘞？前日不是一封送行去，朦胧之间，望见灵魂出窍，只见一身金甲，欲知命爱眼神为敢战官，因此杀死两王。真有此事啊！俺命休了。孤王啊，俺有啊意呀。来救济呀！该两方皮呀杀，见寡人啊！缘分啊，该
在不拉山，讲起错家多啊，古往该穷啊强，命休啊离啊。流氓披萨怪寡人，昨日多彩风球，爱老爱逃命，倾家倾家。料想古王很难逃他的毒手，自己事到如今，爱如何是好啊？对，万岁，保重良体。此事把卫生我来安排吧。这就有劳卿家了。请万岁敬意吧。强将两王因分半夜再来受命，有劳秦太公为此太公以双人内身作盔甲，素质武器，把守封疆两侧门后，保家就是吧。公爷了。谈天啊来，后啊来叫啊，这是不打鬼啊！现在天哪来办啊，天不哪来对啊？条路啊来车啊来探啊，我路哪飞啊？李世民，王爱命来，王爱命来！舅母，现在千人百数，不能逃命，不如王多言罗卷各己的仓，本了言卷提掉的斧头灵魂，都猜见从边门变了事。人生高山啊，心慌慌啊，一将临fun
难堪啊！哎呀，李世民，梁王用办有会议，奉向救驾，为朕救驾。就算后来也后梁，也无人救你，因为已经不再王宫了。不采封疆，该条希望嘅地方，要办为一片乌暗嘛。也就是阴曹地府王残路啊！啊！也是阴残路上王残路，那么国王一命归阴了么？现在抢了严军，提掉你，将你捉来街，李世民，你也糊涂，竟敢纵容伪证，占了我的性命。且慢，倘爱改变，我要留了伪证，再用异国法言行其作乐，一次多彩生事，我将用其离开呀！哈，还想爱强词夺理，我哪有可能表你干休？以下是我多彩铁府前去，见了严军再讲吧。不过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严军推来高住啊！向杨军推来做主啊！梁王到底发生何事？唯有中国同天子。唐王不应该也糊涂，输了我的宝珠，答应保了我一命，虽地经手流产，병了伪证，弃掉我的性命，向杨军处此公堂啊！什么？唐王抢去，都抢杨军千岁。唐王也这位伢不对咯，既然输了梁王的主簿，为何要表以伪证杀以性命呢？启禀杨军千岁，今日梁王压千封桥，正爱掠个宝珠，我要帮忙其救家的性命。前一日我千方百计留出其伪证，都
都在异国发展，陪伴寡人行其作乐，一个托孤五事，都在生死，我将用其离开，有乜嘅不对呢？呀，呸！你表中为这眼神，对世纪我何讲来救命帮忙啊？哎呀，梁王，国王那里见效？其为怎为眼神出手，前去生日嘅性命呢？杨军千岁，上义同王也是尽力留住为真，去了以几位眼神出口，斩杀梁王。上来是我要飞过，去年怪罪同王，将杨王明察。有理有道理呀！呸！一派胡言，杨军哎呀，杨军啊！本王乘风叛逃，53刻个时间，本来透过为真对杀人，随地归世界同王，竟帮助为真三乘清风。天子拍亮江天通，为真乘风斩我梁，害得我两头落铁呀！哎呀，同王，你啊这样也不对咯！既然答应救济，不救就罢，为何还帮忙？扮作为为神三镇的前锋，杀害梁王？这启禀严军前岁，庶人之托，众人之事。当时我见他为贼，纷纷后衰，又衰得鬼神太狠呐！我出自于好意，牢记拍亮，随地为贼，为人生出口，前去杀了梁王。我是出自一番好意，请你做主啊！启禀杨军，同王之事反复述职，三镇秦王之事全言不敌，只能怪罪梁王此身后生逞强，因因妒气，违反约制，罪犯天条。上西蒲松早就注明，爱死在为神之属啊！冇错，阎王主当三更死，却对无留人讲唔讲。梁王也性命本就改切，但因同在先班排列，本王就网开一面，永也早日轮回，重新修炼。呀，呸！阎王，你不应该太可恶了。避重就强，私心贪腐，也无托明明欺人太甚啊！好事，那要梁王留起来，关于阿鼻天恶，等候天中王菩萨的处置。看妹，李世民，我做鬼要问表讲你啊！都请杨王天子，因为梁王公爷一宗，故所一年分拍多次啊。杨王天子按键盘的名牌，是咪可以表爱回转长安上啊？陈判官，查看上西谱，同王的寿命如何啊？睇我看来，启禀千岁。同王登记有33年的副分，已经只有13年，还有20年的封提名啊！既然安尼，就送你同王回转长安封恭喜吧！感谢严军千岁。李世民，万爱的命咯！万爱的命咯！杨王天子，该位是么个地方？用办延期暗冲，阴风惨惨啊！
同王也真是贵人多梦思了。忘记当时以一统天下，平定18藩王，王室之人有多不少啊！也叫严酷之上，还不是来亲命托命啊！这改朝换代，无义之歌，造成世上无数，真是惭愧惭愧呀！仰望天子，不知有何办法，能得消除了条怨气，弥补国王的罪过啊！是吧？此事倒就简单了，只要同王为转从案过后，命人打了79天的罗天太守，就拄了条孤魂野鬼，所有怨气就能化解呀！哦吼！此事简单，那是国王回转皇宫了后，一定会派人就事情行事。只不过，娘君前帅，此回为到梁王的案件，你老爱来帮忙啊！此点我故意不去，不敌，可有乜计，能得机会报答呢？报答嘛！同王，上爱的阴间有东瓜、西瓜、南瓜，唯独欠下北瓜。那是讲真神有心，我来报答，不如派人送下北瓜来替付啊！好问，国王回转皇宫了后，一定会派人送下北瓜，前到应付，以报答娘君之恩。